不想聽啲不想睇啲乜，記得俾掌聲就得，等到鏡頭唱埋後面都俾你遮晒，究竟為乜？跟住呢個人放低包袱，忘記返工俾人屈，出街車又塞，雙眼冇靈魂，好似好大壓，係咪俾人激到想撲食？同事有啲飛，老細有啲勁，張台有啲逼，顧客是對的，惡生氣攻食到嘅邊個發明？邊個負責 plan 住嗰單？烏仔世界太快，快到出界，開心冇得買，享受我所在邊界。個世界太快，太大，太古怪，顛覆嘅心態不可決定我心態。我感同身受，返工做嘢仲有難嘅時候，試過喺台上失去節奏，表現大折頭，接手評論與助手，讓低頭雲出口時高過手頭，我想用時間補食翻轉頭。機會已錯過，笑你嘅命有100個，就算拍通宵做瞓都只係輕輕拉過。狀態每方端卡點算啊？咁想嚟就跟住玩隻廢啊，笑容要節制啊，撳落去自己蝕底啊！個世界太快，快到出界，開心冇得買，享受我所在邊界。個世界太快，太大，太古怪，顛覆嘅心態不可決定我心態。邊有咁多壞財，不如只係高嘅想法，關注心諗思在人為為，唔好俾自己阻住創意冇嗰樣，跟住有嘢就講完個心就浪牌人做乜鬼大個，咬到噏住，聽過行行出狀元，聽過行行都有壓力，只有你自己最清楚心中嘅想法價值。冒險講膽識做決定，愛價值為萬的，乜死過買玩具嘅目的嗰度咧？想要更大嘅勝利，就需要更大嘅勇氣。有時要放低自己，放長線唔係叫自卑。做得好唔單靠天分，識放棄先係天賦。你冇環境任何對手，嗰種機會一一兼顧。打破咁大嘅想像，冇人係絕對嘅榜樣。希望你聽完呢3分鐘，得到1分嘅力量。當作決定出發就唔係一時間，呢個世界嘅嘢邊有得輪住你玩？識將亂物咬成功就係非物質文化遺產。資本金字塔入面各自有一套方法生存，成功係無法定義，放棄係失敗嘅根源。未必個個都明白，好似上次撐起係咁雙手，我這輩人明明我都仲未有緣。